你好，你若无好，关我屁事。好，哈哈，因为来，这是这是尴尬，不是啦，这是早台啊好佚佗。哎呦喂啊，拢什么英文啊，看无啦，看有注音无？有看有注音，哎，做好来吼，开始吼。哈哈，对，这是宝的，什么？反正我拢按照迄个什么罗马拼音嘛，大就写大，加就写加，啦就写加。对，我就八宝音，不是啦，不是大加啦，是大加啦，歹势吼。好，台北，对，是台北，不是台北，是台北。好，安尼我开始啊吼。对，即摆来写迄个变调符号，变调符加起就变做变调符，管变调号的变调号，变调符加起就变做变调号，符加起就变号嘛，声符嘛，韵符嘛，那个 OK， 我用国语讲解一次哦哈。这边呢，我把它全部都写上去了哦，全部都把它写上去了。写上去的是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偷懒的免钱东西有一些错，哈哈。但是呢，我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写法，就是这下，河尾人还是河尾人，拢会在伫咧这个宝的注音内面看出来吼。这是河尾还是无诶，因为有那无嘛，所以写起这小有就是尾还是尾拢会使吼。一开始是A尾，最后是了昂人，啊，变做读一代时就变做河尾人，这边变，所以这两个变调了后，就变做河尾还是河。尾，因为这有那无嘛，有那无啊，有那无两种意思，就是这个有甲无同款的意思讲，伊变调了后，然后像第一调同款，它变调之后就好像第一调一样 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乌也可以看得不见，所以这个听起来会变调之后变成尾，对不对？河尾人，对不对？听起来很像，对不对？所以有那无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这边等来哦，现在回来哦。现在用国语来讲啊，因为这个呢，就是要给小朋友看。你们看，这个虽然很难学，但是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洗的不能等下讲台语的人，我是一个本来就会讲台语的人，我那个调号啊都学了超久的，所以呢，希望你们我的那个原变调号的变调符加上去之后的变调号，可以帮助你们很快的学会这些需要变调的地名。告诉你。很懒惰的这个地图，它只有给什么？只有给土地名，新地名都不给你。你以为他都以为你们新地名都会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这是其实是比较旧的版本，你们天机太小了，不太可能看到。但是呢，拜托我着急。说到这个的时候，第一次打开啦，哈哈，但没想到就是今天还可以更改一下。所以呢，现在就话不多说，就直接来哈。来一个一个读哦，从第一个开始，刚刚的吼杯狼开始结束了哈，再来是什么？大嘎啦是变啥？大嘎啦哈，所以个这边的完了哈，大嘎啦是伫倒位？伫咧，我会读做台北 ，OK， 再来是景尾，读做还是景，这是有哪无的有吼，景尾，所以拢是安怎？这变做景尾 ，OK， 再来，这是伫倒位？伫咧台北。景尾拢同款吼，所以是伫咧台，这两种音吼，一个是台北，一个是台北 ，OK， 所以这个变调号对，这个变调号本来就要写成三话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用国语讲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台北。
台北，还是台北，或是台北，哦，不台北啦，或是台北，好，再来是什么？经北，经北或是经北 ，OK， 再来下一个是什么？河北、河北都一样哈，这伫倒位？新北、淡水 ，OK， 再来下一个，港仔喙，港仔阿爸把你吃掉哈，要记得这个变调的时候要有一个这个哈，港仔喙，啊是怎样？刚是怎样？因为呢有一个字，我们要真的要理解一下，这个路，这是路嘛，对不对？路，那路啊呢怎么讲？路啊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是路啊，哎，奇怪了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啊的前面要有阿爸把你吃掉，它就顶到什么地方？顶到高的地方，所以是路啊，所以就是港仔喙 ，OK， 伫咧新北港。理解，对不起，刚变成什么？刚啊嘴这个是地方是不一样的哦，这是刚啊嘴，照着交易来讲，这来讲要变刚嘴，刚啊嘴，刚啊，有啥物？你看这啊嘴。啊，前面把它吃掉嘛，对不对？照理来说要先变调号之后把它吃掉，变成什么？照理来说，这个按照它原来的那个变调的方式会怎样？会是阿爸把你吃掉里面这个字应该要念成这个字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用这个的把它替代过来，就可以是这样子。必须要写这个哦，必须要这样子教哦哈，才知道哈，因为是港仔喙，因为是这个东西，所以是一定要知道的。港仔喙是一定要知道的，著名的。再来是三角影，新北三甲，嘿，再来是下面。尖山、新北、莺歌，还是歌，拢同款吼。因为你看仔细看哦，歌甲歌就是台湾的两种读音哦。过来，台湾的两种发音啦，歌甲歌啦吼。再来是特啊这个是怎么样变特的？特，不要再读特啊哦。爱读特啊因为这是阿爸把你吃掉里面的中间，或是也是特啊园，这是特好，再就会当读特园哦，再就会当读特园哦，但是这是特啊园，这是特园 ，OK， 再来是对，新德市。德产新德来巴黎苗栗，要是苗栗拢会使吼，因为我是北部人，我是北部人，我是中北部人，我读苗栗啦。哦，但是啥物？比如说，历史，迄历史就较低，苗栗历史，苗栗的历史，我就会晓分啊吼。但是嘛会使，你可以听到，我念苗栗的时候是苗栗，念历史的时候是历史，所以还是会有差的。这个还是会比历史的语变调的这个
柳树，柳树是这样子，柳树，柳树是这个柳树较低，苗柳，柳树，哦，这两个是类似的东西哈、哦，柳树、苗柳，但是苗柳就是苗柳柳树，南部人就会你讲成苗柳柳树，但是北部人可以讲苗柳柳树 ，OK， 所以要稍微知道一下哦。我们虽然是台北人，虽然是那个第八调分不太清楚，因为没有差很多，所以偶尔要借用一下这种已经变调的来比较一下。再来是什么？葫芦墩，葫芦是3只2只，那个是葫芦哦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在葫芦墩要这样子，葫芦墩 ，OK， 那是什么？台中丰原，台中或台中吼，台中丰原，再来热西港，因为我爸都讲热西啦，所以我比较常听到热西，哦，热西港，哦。我爸是新竹的，接近新竹的腔调，但后来被高雄同化过。好，西港哈，过来，看一下下面，再来写这边写什么？台中、台安，好，过来，半线，爱读做半线，是倒位？中华 ，OK， 哪里啊？半线，跟你打招呼呢，它叫什么？中华集合，现在还有个小恩哦，看多么亲切，半线，对啊，干嘛放梅花？不然我放樱花，莫名其妙，要放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可爱，过来，这是什么？阿贵啊，你们不认识吗？张阿贵啊。本名叫张什么？不知道，张阿贵啊，阿贵，那富贵嘞，过来，再来是半路店，半路店 ，OK， 南投一，南投一。哦，爱合嘴哦，接，再来笨斗的笨啊，嘿，咱就笨斗同款，甲迄水拢升起来，笨斗同款哦，迄港那就笨斗同款哦。好，这边下面这边是什么？叫什么？云林。北港，再来是马经偏湖吼，民通主人吼偏湖，马公，我唔知啦，可能是马公啦，但是公就是安尼，马公。马经，我唔知，可能就两种啊，可能即马就是两读马公哦，我甲伊呼调，甲伊点下一改，安尼个呼调吼，呼调，点下一改，重写一次，马公哦，公是安尼吼，再来是偏湖。边湖啦，这是边湖是平迄个边啊吼，边湖变做偏湖，有点暗了哈，因为现在真的天黑。好，赶快把它讲完。天黑了，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阿爸俩鱼去，那也未回来食饭。嘿，我定。月，这哪是唔对吼？
月月，因为月牛，月丁港哦，月丁港。台南咸水吼，这所来叫做咸水吼，咸水，再来咸水嘛是在咧标准的是咸水啊吼，再来是大巴尼，台南玉井。有记满山啊，再来是，哦，好暗哦，天这么黑，没有人开灯，好，有啦，远处，新港，台南，好偏心哦，啊，新区，过来，打狗，好啦，打狗吼，这无拼音嘛，后边还打喵有吼。好，这是打狗，高雄，过来，不管它，蛤蟆声，好，蛤蟆声什么？自己知道，自己问日本。来，高雄，高山，好，再是下面中文字不会写啊？哦，过来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好暗哦，暗阴阳，暗到看不清楚阴阳了，暗阴阳。好，要调亮手机哦，调亮手机哦。怎么调亮啊？没办法，好，今日事今日毕，来，阿搞。屏东，吼，再来，竹乐山，嘉义，再来，大喵，吼，这喵哦，这喵哦，这喵哦，因为塔咪哦，这是大家哦，这是塔咪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如果是塔尼大鸟的话，就是塔尼哦，有塔尼哦吗？塔尼哦吗？是吗？日本人写下来的那个拼音就是有一，因为这可能是喵，可能是鸟，我你唔知，就是加喵，因为这是塔咪哦，哦，过来，嘉义。民雄，再来，啊，我这无写吼，家己想哦，火烧岛咩写咧？绿岛，可能是绿岛啦，还是绿岛？袂读绿岛吼，直接写绿岛。来，花莲就是花莲，再来上尾啊吼，上尾啊要教吼，教吼，听，哎，吹两支，过来，吹两支哪有听？过来切。甲马兰，哦，甲马兰，哦，烂哦，我做烂的哦，不是甲马烂哦，是依然就好的哦，依然赞，真的我很喜欢，啊，这就是碟，我在你们国小写过这个东西，依然，什么？倒来啊，对。家人哦，我感觉是家人哦，无两个拢共款都无聊的哦。
家人，贵人吼，这是有若无吼，家人还是贵人拢会使哦。所以这听者这倒啊，就是家人。好，安尼转来，这是倒位？啊，大家啦。好啦，莫拼音啦，大家啦，这是啥物所在？大家啦市，不是啊，大家啦堡甲家啦两个合起来，就变做台北市啊吼。台北市就是安尼出现呢。好，祝大家欢喜好佚佗来。好，到这边就好了哈，谢谢，拜拜。很暗，所以我会再拍一张照啦。祝大家台语学得开心，然后跟我一样开心就好了哈，拜拜。